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也要变天咯。大陆冷气团阴暗到位，风头面的北部甲东半部落雨几率提悬，北台湾的气温会降真多。明仔载透早，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会降到剩10度，新竹甲苗栗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。到这个跨年，还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气，北部、东半部会反湿冷，这恐惊无法度看到新年的曙光咯。 天气乌阴，拜是阴暗，就要变天啊！大陆冷气团报道，后面北部、东半部落雨几率增加，气温也明显下降。明天一整天的在北台湾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。那其他地区早晚的气温也是比较低。我们预计明天早上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的最低温呢，将只有14度上下。那其他地区的话来讲，低温也只有16到17度左右。 今仔日是北部高温，也阁有23度，但是暗时气温呢会快速下降。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来到10度，若是新竹县甲苗栗县有可能会10度以下。气象局表示，加拜六才会小可回升，不过真紧跨年啊，东北季风过来报道。在迎风面的中部以北，在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情况。那中南部地区呢，则是从短暂雨转成多云的天气。 跨年啊，北部、东半部湿湿冷冷，云多。若是想要看到2020的曙光，恐惊就爱往南边行，几率较大。